第6号风台强逼再起形成，有测会对琉球南平海面假期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高雄一个有毒品前科的查甫人去大卖场抢草鸡黑白噗，甲人批着伤到冷港去，警方已经依法上班。伊朗网络长88天，即摆宣布要渐渐恢复，外界估计网络长一日得了4000万的美金，影响真济线顶买卖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7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来看这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伫今仔日早起的时，叫做是轻度风台强密，预测伊未来是会向这琉球南边的海面架去，对台湾是袂有直接的影响的。因为这几天呢，受到这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全台湾这天气拢真烧热。气象署是发布高温的灯号，就连台东也要注意透烧风的情形。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内陆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有机会出现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因此气象署也持续发布高温灯号的预警。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有来到橙灯，甚至局部红灯，也就是持续38度以上高温的这样一个状况。气象署是表示讲，目前这强烈风台呢，对台湾来讲，主要就是伊的外围的温系带来的雨，也有风影。后礼拜2过了呢，就会渐渐离开台湾。另外，这礼拜5受锋面通过台湾，各地天气是变了较无稳定，中到过有可能会落雨，所以天气民众都爱加补充水分。另外，出门都爱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另外，再来看顶礼拜，咱国内是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的这个病例，这时间是比去年还阁较早3个月。那国内的流行性脑膜炎呢，也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另外，即马为着要来防范这个伊波拉病毒，咱外交部已经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有乌干达来发布红色的旅游警示。南部最近天气热，黄霜雨来，炭白蠓也开始多。高雄23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节，是一个60几岁查甫人。去年是到8月才标出头一个，今年提早3个月。就惊疫情拖开，疾管署紧急发出医界通函，提醒第一线医疗人员加强戒备。除了本土威胁，大北入境也要注意。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总共有63例的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个案。那这些境外移入的一个个案呢，如果有造成一些传播的话，就有可能会变成本土的一个个案。除了本土天狗节，国内脑膜炎也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是中部一个60几岁查甫人。5月初7发病，过当天就不幸死亡。疾管署提醒，脑膜炎初期症头无介明显，有慢性病、免疫功能较弱的高风险族群，都要加注意。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40%哦，需要及时的给予抗生素治疗，才可以有效的这个控制这个病情哦，不然的话，它这个病况可能会变化得很快。像我们这一位个案哦，那这个有这一些症状的时候，就是隔日哦就不幸的过世。另外，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伊波拉的感染继续咧传，外交部公布2个国家旅游警示变做红色，建议民众莫阁去。在外交部这边的话，目前这2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哈，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除了大众爱加强防护，公家机关也爱带头做。桃园市卫生局表示，6月初1开始，若有发现积水无清的内底洗水池，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至15000。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晚买阿嬷的时呢，高雄阿莲这市区有一个查甫人是走去大卖场，甲人抢2支草鸡啊，安尼沿路黑白噗，落尾伫咧路边甲人扑着伤了后，人就随安尼浪港去。警方是伫咧公山抓着人，伊讲这个查甫人呢是78年厝有毒品的前科，会照这个杀人未遂，也有恐吓公众等罪嫌，该上班。26日晚暗5点外，高雄阿莲中孝路一间饮料店头前，伫无爱查甫人当咧买凉茶，听到有人喊甲大细声，随回头看，所看到一个剃白头的查甫人，双手提草鸡啊乌白噗，伊惊一个赶紧举手起来动，手去互扑着伤，加在无生命危险。不知个这个举刀的查甫人剃白徛咧随人讲，刚好就走出去，哎呦，怎么有人拿2个大镰刀？哦，大概多大？你比一下。长的那种大镰刀，弯的镰刀。不是香蕉刀哦。镰刀吼，啊条挥舞啊，挥舞，条挥舞，啊了有
查了人的通过，警察约啊，约就无。有空，伊是空冤家还是安怎嘛？唔知可能随机款。代志发生的时，拄啊好是食饭时间，街仔路真侪人拢有看到。民众讲，检官是先去大卖场抢走2支草鸡仔，过程中甲店员发生冲突，佮举刀扑人的收银机，甲1.2车刀。警方接到通报，随扣大追查，一直到暗时8点多才伫咧公山掠着人。警方表示，嫌犯78年厝有毒品前科，初步的快筛结果无验出毒品反应。柳桥西路某超市前发现该名犯嫌，随即带反所调查侦办。全案依杀人未遂、窃盗、恐吓公众危安及毁损等罪嫌，移送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警方表示，嫌犯情绪无稳定，对公山走来阿莲抢刀啊，甲人扑着伤，佮骑铁马登去公山，加在无出现其他受害者。现在也将按照杀人未遂、窃盗、毁损等罪，移送羁押头地检视侦办。记者郭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同款是伫咧高雄来看，这寿山动物园呢，是互民众发现讲，这停车场边一台卖冰的这机器顶头，那说明的这个文字是简体中文，就连这语音嘛是中国的口音，伫咧线顶引起真大的讨论。甲配料拣好，甲钱落入去，无偌久，贩卖机就甲冰做好啊。毋过详细看，贩卖机顶头标示的却是简体中文，语音嘛是中国的口音。游客前几工啊，伫咧高雄寿山动物园停车场的贩卖部看到这台贩卖机，感觉无啥妥当，民众的看法嘛无共。台湾是用繁体，但是不可能是完全禁止。我们还是习惯看繁体字的。简体字有些也看不懂，网络上也是蛮多那种简体字啊。对，有时候购物也是会买到一些说是对岸的东西。目前贩卖机外部的标示已经换做繁体中文版本，内部阁有标示还未换新。动物园就表示，停车场贩卖部是某外口的厂商来经营的，已经要求改进。合约里面我们都有明定，就是那个不能有中国字的产品的资讯产品。那我们在相关像例如说这些不是属于资讯产品的话，那我们也都会请厂商就是要用繁体中文的方式，就是用我们中文的方式来呈现。那我们人员也都会定期来巡视来检查。动物园27透早搁再巡视现场的设备，中国做的机器除了卖冰的贩卖机，还有几若台移动游乐设备的说明文字，嘛是简体中文。它可能没有更正到部分，那这部分发现之后，那我们也会立即来做处理。中国做的贩卖机，还有7套的机器，甲治安无虾米直接，并无规矩，毋过标示是引发争议。动物园就表示会派人定期巡视，若是发现无适当的呈现方式，就会请厂商积极换新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消防局伫咧办理特种搜救队国家认证计划时，竟然传出这报假收据去请钱的代志。检方伫咧侦办了后，是照这贪污治罪条例加规则文书，或者县长的科长甲科员等3个人交保候传。宜兰县消防局2日互检调搜查，本5条路超灾害抢救科涉案人员的徛家，早真侪乡政府回来，约谈6个人。原底是抢救科县长的科长甲科员等4个人，互送去地检署复讯。经检察官复讯后，抢救科张姓前科长、行政科赖姓科员分别以10万元交保，林姓科员以5万元交保。检方审后，县长的科长、行政科县大的科员10万块交保，抢救科县林的科员5万块交保，其他的被告是洪清奎。根据检调调查，涉案人员伫办理特种搜救队国家认证计划，中型搜救队伍能力分级检测结婚作业的时，疑似有采购案件用无照实际的单据核销。根据了解，遐个单据甲消防局的食饭费有关系，金额有10万块以上。专案的向贪污治罪条例甲规则文书罪扩大侦办，无态度有后续的调查。国府5月初社会处才拄有约用人员涉嫌收乌西、防羁押。月底消防局又搁因为核销无照实际，互检调搜查，一直传出备案，官府互外界质疑。很遗憾，看起来几次的事件看来都。看起来是有些管理机制跟一些法令面的东西似乎被漠视了。那这个部分应该县政府要好好的去后续应该要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检讨。
有民代认为，官府的内部是出问题，发生这几届的事件，除了爱加强宣导，让公务人员知影，依法行政是保护家己上好的方法，也要避免长官用家己的权力家暴下车架，致使因做违法的代志。对此，官府暂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好康的，大家拢要来抢，这是新竹县的关西镇的。顶礼拜五是来通过进行发展自治条例，要分5000块给这镇内的人。5月29进前入这个户口就领会到啊。这消息一个出来，真侪人是前去到户政事务所。根据统计，这2天呢已经有超过500多人来刷户口。事务局所的员工呢，逐天都加班做到暗时8点。透早关西户政事务所内底拢是人，新竹县关西镇顶礼拜五通过自治条例，要发5000块给镇民，而且只要伫5月29进前，户口设伫关西的民众，拢有资格通好领。消息传出来了后，连咪起袂少人把户口刷来关西。在关西买房子啊？哦，就刚好趁这段时间。对，刚好现在刚好是要办户籍的时候。哦，这刚好可以也可以赚这5000块，就对了。还会买新房子，所以全部人都搬出去了。搬出去。对。OK， 那现在就搬回来了。对。根据统计，拜1到拜2这2天，都500多人来办理刷户口的作业，包户政单位同仁，逐天加班，爱加到暗时8点。星期一大概230几，然后到昨天大概就超过280几了。平常正常5点下班，然后这几天可能加班到晚上大概8点多。人口数。在代表会议决之前呢，我们是26030多位哈。那经过这2天的民众的配合呢，那目前增加到26500多哈。那我们的预算部分呢是预估编到27000人的预算，我们足够去适应这个部分。所以说未来3天以目前的进度来讲的话，有可能达到27000人。关西镇长讲有编27000人的议程，到拜5最后2天进前，相信刷户口的人会愈来愈多。上紧关西人伫今年8月第当领到这5000块。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先来看这伊朗的网络呢，已经长88天啊。即马官方是宣布要渐渐来恢复。外界是估计讲，这网络长期呢，伊朗一天就爱了4000万的美金。真侪线顶买卖，也佮有自由工作者呢，其实拢是受到冲击的。另外，伊朗即马是来指控这美军违反着停火的协议。也毋过，美国煞颠倒表示讲，其实即个行动呢是防御性的，因的目标就是针对伊朗的飞弹基地。伊朗甲全国的网络切断88天了后，德黑兰当局宣布要豆豆恢复网络。即届总共经过2000过93点钟，甲国际拢失去联络，毋但互海外伊朗人无法度甲厝内底亲人保持联络，嘛互伊朗的经济损失惨重。外界估计每一天的经济损失高达3000万到4000万美金，互真侪靠网络生活的大头、电商，也有自由工作者。拢艰苦这挂。درصد جنبه مثبت داره خب به هر حال الان بازار کارهای مجازی هم خیلی تشنه بازگشت به روال سابقشونه خیلی جنبه مثبتیه این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اون در نهایت مجازات قطعا به نفع ما میشه ولی تنها مشکلی که داره این فیلترینگ است اگه بتونن یه راه حل خوب و درستی واسه این قضیه ارائه بدن واقعا مشکل خیلی‌ها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是伫个社群平台顶悬铺文，批评美国的主流媒体。川普口说，就算讲伊朗全面投降，军队的白旗架悬悬，美国得到压倒性的胜利，媒体嘛是会甲代志讲做伊朗赢美国，赢甲足水气的。另外，伊朗指控讲美军去拍荷马珠海峡附近的目标，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若准美国阁要继续安尼死，伊朗会展开报复行动，互原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谈判，即马阁出现变数。若美国是买回这空袭行动是防御性的行动，目标是伊朗飞弹的基地，也有涉嫌报水类的船只。美国国务卿罗比欧表示，美伊双方距离初步达成协议，也阁要几啊天的时间。双方目前就延长停火，重新开放荷马珠海峡。伊朗是计划代志继续吹潮。若伊朗是拍拼争取，想要将240亿美金海外资产改动这件代志写入去备忘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6伫联合国表示，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等等的国家继续参详，嘛支持美伊双方继续吹潮。嘛讲中东的问题是年久过侵入出来，毋过若是有通谈判，就会使向前行一步，加一个和平的希望，减少一寡平民的伤亡。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
美国华盛顿州一座纸厂呢是传出公安的意外，这是属于日本造纸集团这旗下的包装公司，是因为这化学纸破气造成崩落。目前知影的是上无有1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另外也有9、6个人是下落不明。发生公安意外这场工厂，伫咧华盛顿州外奥勒冈州边界的朗维尤，是日本造纸集团下骹的迪维纳包装公司，负责生产牛奶等等液体、纸盒、包装材料的产品。At approximately 7:15, emergency responders were dispatched to the following rupture of a tank containing white liquor at the facility. Multiple agencies from across the region responded immediately and continue to operate on scene. The incident is stable, but is in recovery phase. Recovery efforts remain underway at the facility. 为在地媒体看到的空袭的相片，会当看到破气的储存槽顶头出现真大壁唇，而且阁呛白烟，同时储存槽规个凹落去。在地媒体就指出，这个储存槽内底藏的是强烈腐蚀性的白液，是做纸浆重要的原料，对人类的皮肤、呼吸系统会造成真严重的危害。根据媒体报道，受伤的员工甲消防员，有的是烧烫伤。有的是属于吸入性伤害。There were multiple critical injuries, and patients were transported to hospitals in Longview and throughout the Vancouver-Portland area. At this time, there are also individuals who remain unaccounted for as crews recover and continue the recovery and accountability operations. 不过，华盛顿州的生态环保部门就指出，有毒的液体外泄的范围，敢若伫咧厂区内底，含工业废水的排水系统内底，对厂区外口的民众无明显的威胁。所以无发布特例的指令。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等等媒体报道，这间有日本商业公司投资的工厂，过去的公安记录无啥好，搁要伫咧2023年发生火烧。公司新闻徐家进编译。另外，伫比利时昨是来发生一桩正大战的交通事故，这是一台载特教生的校车驶入这铁基路的4基站的时，结果去互火车甲弄着，上无有4个人死亡。目前已经排除是食毒也是食酒驶车，也毋过详细的原因还阁需要厘清。一台白色校车去火车弄甲严重变形，调查了已经拖入去现场。比利时检方表示，若照目前的证据看来，意外应该毋是食酒，也是食毒驶车所造成的。The train driver tested negative for alcohol and drugs. An autopsy will be carried out on the body of the bus driver to establish a clearest picture fo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ccident. 这件火车弄校车的事故发生伫比利时北部布根豪特，当地时间26透早8点过。校车车顶载7个特殊教育学生、1个随行人员、1个司机。事故造成49岁司机、27岁随行人员，甲2个学生有4个死亡，5个人受伤。火车顶大约100名旅客疏散，无人伤亡。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指出，可能滨高道的管啊已经放落来啊，这台校车佮冲过，才会造成意外。What we can tell you, because we have a technical camera installed at the level crossing, is that at the moment of the impact, the level crossing was closed. So that means the barriers were down and the red lights were flashing. So we are trying to understand why the minivan was still going ahead.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condolences to everyone involved in this tragic accident. 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当时火车时速120公里，已经救车挡啊，也是甲校车弄到15公尺外电台所在。其中有牵涉到人为疏失，检方已经开始调查。比利时首相德韦福、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拢对这件意外表示哀悼。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公园2000轮单今年是头一届刷来到亚洲，今仔日第一站呢是伫咧台湾正式起步啊。咱外交部长林佳龙是指出讲，这台海和平就是全世界的关键利益。也那美国国务卿鲁比欧甲日本外务大臣莫敏昌会谈，也搁再来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前日总统夏威夷创办，要邀请咱前总统蔡英文发表演说的公园2000论坛，今年头一届办伫亚洲，头一站27伫台湾起步，重点讨论印太地区的民主阿所谓。外交部长林佳龙受邀请，伫开幕致辞的时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关键利益，台湾也坚定抵抗威权压力。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a local or regional issue. It's a global imperative.
any conflict or disruption here w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global economy. By standing firm against authoritarian pressure, Taiwan is defending the maritime highway that expedites global commerce and sustains the entire Indo-Pacific. 林佳龙重新强调，台湾希望继续甲理念相倚的国家合作，指挥面对经济、供应链、网络甲国防安全等等议题。参与会议的国安会副秘书长林辉环表示，面对威权主义愈来愈大尾，民主国家应该提出共同的战略。Nowadays environment, if we don't have a common strategy to against or to push back the certain narrative from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we will be tear apart. 也那传习会了后，美国国务卿罗比奥甲日本外务大臣木木敏昌二六伫四方安全对话场边举行会谈，除了讲到川普访问中国了后的情势，美国甲日本也搁再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是来审查7800亿的军购特别预算，针对着头一年度编的88亿，这条约呢是有共识来抬200万起，或者预算案会当伫40分钟来完成审查。另外，美国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是来公布2027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上济是当提供10亿的美金来援助台湾。咱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真感谢。深更暝是飞官台兵准备驶战机升空保护领空，地面有陆军部队战备精纯，台海前线有海军官兵监控强难的一举一动。面对强军连续出大力扰台，国防部日前释出最新影片，展示陆海空三军反制强军威胁，用行动守护家园。另外一方面，立法院嘛当咧审查7800亿的军购特别预算，要提升国军战力。不过在野提出的经济专案报告和条约是差袂煞，经过协商了后，改做提出书面报告，还是遵照办理。一天到晚排你的专案报告，我其他案子都不用排啦。也没那么严重了。这个我们专案那个解冻的，一排就排20个、30个解冻案，一起排就一次解决了。针对7800亿的军购特别预算，分做7档编列。头一年88亿拿也提案要提相关业务费，条约达成共识，提200万，同意和国防部科务自行调整，嘛，预算案顺利伫40分钟内就完成审查。这是朝野共识，就间隔200万，就这样子。那国防部也不反对，因为3天的幅度很少。目前来看起来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这样的话，至少在军购的部分，然后一些基本的这些建设、基础的建设上都已经完善。我们可以科目进行调整，我想应该还可以。那美国这方面是大出手要来小听，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内底针对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相关12亿美金来援助台湾。国立部长对此是表达感谢。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另外，国军6月初会伫中南部各地进行几项实弹射击，包括雷霆操演、天雷操演、天马操演。要伫同一个时间这片反定了作战，防范强军登陆各区的红色海沙部。记者综合报道。年底就要来拼这9合1选举啊！咱中选会主委游盈隆，伊表示讲，即马已经做好准备，这当中也包括着对这个境外势力的干扰。也毋过，因为今年度这媒体宣传费呢，780万是互人抬减去。游盈隆伊是讲会积极来沟通，争取莫全部拢互无去。另外一边是针对着这拿边赢来推动变形立法，这年底到底敢会来举办公投呢？游盈隆是表示讲会密切来关注。我上任不到1个月，已经瘦了2-3公斤。就任了后头一摆备询，中选会主委游盈隆面对年底9合1的选举，表示已经准备好啊。面对国民党立委洪明凯等等52人提出的变形立法公投案，是毋是有法度伫咧年底甲大选绑做伙呢？游盈隆的回应已经密切注意。变形公投，这是一个酝酿中的一个公投提案，这就好比一个形成中的热带气旋一样。如果我们在立法院通过了这样子的公投的议案，请问中选会否决吗？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是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原来中国介入选举是真严重，尤永良就讲已经是定看的代志，毋是变数。为着预防选举，互境外势力威胁破坏，强调会甲国安系统各单位合作应用。现在很多 AI 的影片扰乱选举秩序，那我们要如何因应？就身为影音的部分那如果说有因为告诉告发，或是说检察机关他主动侦办，那经这个刑事局或是调查局鉴识为身为影音，那并且成案的话，他们也会通报这些网络平台业者来做一个下架。我们如果从发现、查证、澄清到移送到要求平台下架，可能选举已经过了。不过，在今年度的媒体宣传会当中，去互立委王凤美质疑，过去拢集中伫单一个媒体，所以提案的780万媒体宣传费全部裁减。尤永良就讲会积极沟通。我们总数也不过700-800万，很少的这个媒体宣传费。后来中选会来跟我沟通，他说因为今年有9合1的大选。而且预计也会有公投那么而且他们也会更正改正过去过度集中单一媒体的一个状况。我也希望中选会要说到做到。王凤美就讲，已经为原底提案减列780万，修正做减列78万，直接减一个0。尤永良就讲到，中选会虽然人较少，代志真多，权力嘛较细，不过负责的是重要的事务，会努力打拼，甲专业的工作做好。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啊，这食毒塞车的案件是抓袂离，所以这修法呢嘛来引起真侪讨论。有专家是指出讲，目前这验毒品的制度已经对袂着新的毒品互人做出来这个速度所以呼吁政府必须爱赶紧来调整。因为卫福部长赵宗良伊是表示讲，已经请食药署找专家来讨论。警察车追列车大响，半路甲车走落来。这边摸走。风走落来，大车头驾驶弄伫管制路段，面对警方的调查，伊的目是紧张，原来是食毒塞车。你安尼是安非他命。涉案40岁姓郑男子早就有食毒的记录，二是暗时11点外上班塞拖车要去地磅站的路宁，行对新北市设置违规防处地，结果高方发现讲伊有食毒。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过来食毒塞车案件不断，尤其是新北市甲彰化，各有发生严重的死伤车祸。毋但刑法的相关修法引起各界关注，今嘛有毒物专家指出，目前的毒品检测制度真紧就会对袂着新型毒品的变化。台大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德义以伊托米制机咧，半衰期非常短，干那2-3点钟。照现行的检验方式，食毒的人只要拖时间检测结果，就有可能会当对阳性转做阴性。还有法度分别处检是食毒，就要降低法定标准，就是判断的上低浓度标准，嘛要提升检验的灵敏度。过去定的这个检验标准是基于当时候的检验能力所定出的检验标准。那当然与时俱进，也应该适时的去检讨修订所以我已经请这个食药署再找专家，那么参考现行的这个检验工具，那么看看是不是需要重新去 refine。卫福部部长赵宗良表示，新型毒品直定换新检验方式一定要对得到，已经请食药署甲专家讨论，看现行的检验工具敢是爱来检讨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股，今仔日早盘是起超过1200点，上悬的是来到44818点，这是搁再创下盘中新高的纪录。因为联发科甲台积电呢是拢是起到前方的，台积电也已经起来到2330块。美国标普500也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拢有创这历史新高的纪录，所以也来带动 AI 甲半导体的概念股，这细面看起来拢是真好的。所以今仔日这台股半导体的宽达股呢也创悬，台积电是起2.42%，因为联发科是起前方9.96%。另外，先进封装也个有 AI 供应链，也搁在正做是台股投资的焦点。即马为着要来应对这少子化的危机，总统赖清德是来公布18项新人口的对策。立法院也当咧审查这台湾未来口罩草案。卫福部长赵宗良伊是强调讲，这政府的成长津贴呢，其实甲未来口罩这是无共款的。这条约也会针对细节继续来讨论。
小资女化的问题，即马是火烧白白毛，即马生育率遮尔啊低，总统大清德正式公布人口对策新战略。同一时间，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当咧审查南北提案的台湾未来口罩的草案，卫福部长赵宗良强调，0到18岁每一个月领5000块的成长津贴是甲在野党的未来口罩无共，买有将家己的钱欠落去口罩这款设计，就是希望卖有好亚散的争差愈来愈大。设计上的会比较倾向于对于这个全民是均等，扩大贫富差距，而且确保呢应该说照顾者或者是家长在养育孩子当中会得到一定的家庭的经济支持。南北草案内容是希望，互0到12岁囡仔伫咧口罩设立到1条5万块的现金，所以来政府每一档阁会寄1万块入去口罩。这基金的投资追踪代购的大盘，若是家长无另外阁拨钱入去，囡仔到18岁至少会使领33万9。毋过，立院立委认为，台湾未来口罩的设计这规划，可能会因为家长好价散价，伫咧无形当中，就互囡仔一开始的争差愈来愈大。18年后呢，存好存满的富裕孩子，跟仅能依靠政府贴补的弱势孩子，光本金差距就高达180万，再加上18年的投资复利成长的话。所以，若那个资产的落差，甚至会扩大到250万，甚至到300万以上。国委人又说，自提是个人财富的规划，大家本来就可以按照自己资产状况来提，所以自提不是原罪。那我现在觉得，是不是我们就送保留？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批评，政府的小资女化的大礼包实在是伤晚到了。今年甲搭每一个月生育率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拢差不多落差2成。到底催生政策应该大心考虑家长即马饲囝压力？还是透过长线欠钱甲投资的策略，替后一代来累积资产，调野的立委，即马爱阁瞧。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咱总统赖清德伫今仔日挖岛的时呢，是带团队向台湾这全国来说明政府因应着少子化，也有人口结构挑战的上新的这个方向，而且也来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老总统今仔日是来开这国安会议呢，决定这个政策内容有包括5大面向呢，也有18项方案。譬如讲安心生养，也有强化托育政策，也有教育呢要来加码，也有职场也爱互伊较优先的。另外，除了真正这公布的0到18岁1个月5000块以外呢，也来加码延长这婚假、产假，也有陪产假，或者劳工朋友会当有更较侪时间来陪伴因的配偶来参加这个育囝。这个过程，另外呢，这个产假的部分，也有陪产假增加这个成本，会由政府变预算来补贴。再来关心这飞弹的，今仔日是伫北士科T 17甲18来举办完工大会。黄玲坤伊是表示讲，在台湾总部预计今年底就会动工啊，2030年就会当正式来启用。新的建筑其实甲美国总部后一代这个建筑呢是差不多的。因为台北市长周万安伊也甲这台北市的锁匙交互伊，伊讲台北就是飞弹的家，飞弹的进驻就代表台北是世界 AI 的起点。飞达台湾完工大会27透早伫台北北士科起稿，大会开场影片放送飞达估计，佮发表各项的 AI 技术。黄金凤入场的时，完工时欢喜化休。另外，伊也公开台湾总部建筑物外形的设计。Our building is designed to be completely transparent. I also hate elevators. Companies, the buildings were designed in Silicon Valley. Doesn't make sense. If you fly over Silicon Valley, if you fly over most companies, you will see parking lots all around the building. 黄金凤强调，台湾总部建筑物会设计做全透明，用大量的强化玻璃来起，按算今年年底动工，2030年就起好启用。伊也重新强调 ，AI 要发展就要使用更较侪能源。Taiwan is definitely growing, and one thing that I've said several times, and 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say it now, Mayor.
we could use more energy in Taiwan.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来到回答台湾完工大会，上台北市的所时做礼物，代表台北是回答的家。Taipei is becoming NVIDIA's new home. We also believe NVIDIA will help unlock the next era of AI innovation here in Taipei. Where is the door? 蒋万安表示，回答完工大会代表台北行向世界发展 AI 的起点，毋望回答会当亲像伊送的对联的意思，通大发挥出头天。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关心弱势的民间团体今仔日是去到民进党中央党部来抗议，讲这赖总统有承诺要起13万户的社会主体，不过到今呢是拢还未核定，而且即马佫传出这目标有可能会降低，原底是13万户，即马竟然要甲改做是4万户，这是拨拉票。我的诉求就是讲，希望赖总统应该爱照伊选举前的承诺来兴建。新增加的13万户的社会主体。第二就是讲，若政策有要做安尼的调整，应该爱开主体的国事会议，大家来探讨。包括讲，你即马要转迄个包租代管的即个制度，即个包租代管有啥问题爱去克服，爱去解决，较袂变成弱势的摆脱。即个部分其实大家爱讨论。这民间团体是认为讲社会主体呢13万户要降到4万户，这是欠一个公共讨论。尤其即马这厝价已经愈来愈悬啊，赖总统应该就要交代好清楚，看这未来政府到底是要安怎做，也希望讲这13万户呢会当落实，嘛爱开这个国事会议来讨论后一个阶段的政策方向。再来看这高德地图这款手机啊 App 呢，最近是引起真侪讨论。伊毋但是会当规划这个路线，也阁会当预测青红灯的时间，甚至也来显示这3D 的街仔路景地等等。其实，伫今年4月，这数发部呢就指出，这高德地图其实是有治安的风险，也已经禁止公务机关来使用。今仔日也针对着高德地图等等4个 App 来发布这个治安检测的结果。最近在网络有真侪使用者在分享甲讨论高德地图，伊毋但通规划路线，阁通预测青红灯的时间，也显示3D 的街路景地等等。这个手机啊 App 是中国的高德软体公司开发的，属伫阿里巴巴集团下底。咱所发布第2次发布治安检测结果。发现高德地图会使用甲主要功能无关系的隐私权限，会脱取信用卡资料、健康记录，也有影无资讯等等。App 就准讲无开利用，嘛继续传资料予中国的伺服器，拢总是有11项风险。信用卡资讯被截取了，可能就会被盗刷。高德地图呢，基本上也会在背景呢持续的来收集、读取影音，还有即时影像以及麦克风的权限。这等于说呢，如果今天呢，我们在一场重要的商业会议，有可能我们的商业的机密可能就会被窃取。那如果我们平常跟家人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呢，我们个人的隐私也有可能被侧录。司法部指出，高德地图有情报收集、监控，也有治安渗透等等的国家安全风险。大众定在使用的哔哩哔哩、爱奇艺，也有比摩3个软体，也发现普遍都有相像的问题。根据《资通安全管理法》，咱嘛禁止公务机关使用中国的 App。司法部嘛建议民众在下载 App 的时，详细看隐私权政策，嘛要在正式合法的商店下载，避免用到来路不明的 App。因为有一些 Android 的 App， 你不需要在商店下载，你只要是附档名字的 APK 就可以去下载安装。那这些可能是来路不明的一些 App 的软体，那下载之后你删除掉，它还有没有一些后门程式留着？这个不确定。司法部嘛提醒民众，在移除有记录的中国 App 了后，应当爱重新开机，甲留伫咧手机记忆体内底的停息清掉。若后续敢会禁止民众使用高德地图。司法部指出，会由各事业主管机关分别去讨论，敢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再来做决定。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这台铁昨是传出这旅客破坏车厢的代志，这是一个22岁姓陈的查某乘客，伊伫咧坐这223四处上北的区间车的时，这区间车当要挖进这3期站，伊雄雄呢，甲这车厢内底供车窗的这个供推啊，甲摕来供，或者玻璃是安尼脆糊糊。这个女乘客了后，就伫咧东落车去啊。后来警察接到通报，即马已经2人到案。
哇，火车座位的柜底窗啊，玻璃防国家脆糊糊，其他乘客也带一条。地铁传出旅客挑工破坏车厢的事件，这帮223处上北的区间车，第2日暗时6点多，准备入去苗栗323站的时，车顶一位22岁姓陈的女乘客，有向甲车窗讲互破。陈女称心情不佳，原手持紧急破窗锤破坏车窗玻璃，全案调查后依刑罚毁损罪嫌侦办。看到民众指出，这帮列车始终是伫3二站让上北的快车先行。不过，这位姓陈的女乘客亲像是情绪无稳定，伊甲车厢内底车窗的拱腿啊掰开，倒直伫拱窗啊，后边的乘客真惊吓。这位女性犯案了后，也随伫后一站东落车逃走。在车顶发现了后，也经向铁路警察局报案，警方追查到这位女性，该依法上班，代替也要向伊讨赔偿。有紧急状况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够使用。我们警察做完了相关的笔录之后，会把它移送给铁道局裁罚。损害赔偿的部分就是由我们来求偿。代替表示，车窗的拱腿啊是行车安全设施之一。这位女性的行为唔那是嫌犯，刑罚的毁损罪，也违反铁路法的规定，依法会当罚5万，也会担车窗的赔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市长周典伦涉嫌在2023年时提500万替这个郭台铭来收购这个连续书，这是引起社会关注。即马案件经过1审、2审，也有最高法院发回了后，高雄高分院经1审呢，今仔日是甲改判，照这违反着正副总统选罢法，甲判周典伦3档4个月徒刑，也有褫夺公权5档，并科罚金150万。那我们现在就请周县长做施政报告。出席议会主持县政府施政总报告，议长周典伦表情看起来有淡薄仔无奈，因为伊被控伫2023年总统连署期间涉嫌用钱替郭台铭买连署资，高雄高分院经1审宣判，依照违反正副总统选罢法，判周典伦3年4个月徒刑，褫夺公权5年，并可罚金150万，不过阁会当上诉。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在支出的必要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2023年总统连署期间，国民党籍的屏东县议员，嘛是议长的周典伦，涉嫌为着协助郭台铭达到参选资格，提500万予得州镇长周品全，用亲像鸟鼠会的方式找人连署。屏东法院审理了后，认定周典伦是地方议长，选用钱介入总统连署。影响制度公平，1审重判4年，高分院认为只有买4份连署资，2审判3年2个月，周典伦不服上诉，27经1审改判3年4个月。很不满意，对，谢谢。当然，对于这次判决，我们是非常遗憾。那我们会跟律师研议后再上诉。周典伦进前强调，伊有明确交代这条钱是推动连署的工作人员费用，毋是予连署人。专案伊只有甲周品全接触，否认有违反选罢法的犯意。因查某囝周文金针对判决内容认为非常遗憾，会和律师讨论了后，佮提出上诉。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前2冬呢，因为这低温也有风台的原因，所以山影的产量是无介偌好。也毋过今年呢，相对来讲是风调雨顺的，所以山影的产量即卖已经逼要来到16万吨啊。这是比前1冬呢，佮增加6.7%。即卖又为着要来稳定今年的绩效，所以农业部是提早来提出应用，包括着推出这金峰山影的加工等等。这红鸡香港的爱文山啊，咱台湾话嘛叫做是澎哥山，即马开始要卖咯。屏东的山啊，自5月底开始采收，那6月中旬，台南的山啊嘛要开始收成啊。今年风调雨顺，山啊收成比旧年增加6.7%，那产量增加，农业部即马都要拼势来宣传，甲通路做伙合作。我们不能跟这个台风年来做相比较，那我们就跟正常年一样。而且我们这几年在冷链系统的建制上面比以往更加成熟，我们的价格会平稳的。食山啊，佮变大切票，即马工厂拢家己切便便啊啦。另外过去拢是用土山啊来生山啊青，今年是改用较无遐高分的金峰山来生，安尼食起来较袂遐尔酸。那今年山啊大出，果菜合作社嘛提早布局，锁定企业的订单。农民是怕说量多的话，就会造成
就会造成那个价跌嘛。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积极在帮辅导农民，就做一些团购嘛哈，还有一些直销，还有外销。虽然欢乐外销啦，欢乐讲这外销不如预期啊呢。这是欢乐。国内改良种的山影种13000外价，台南种上多，占台湾的一半。香港的爱文山是占第一，果子大粒保签位的金峰山是排第二。即马当要开始大出，果菜合作社联合社表示，外销甲果菜市场即马价格拢维持了袂歹，也无看到落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作家杨松柱写的《台湾漫游录》是小说得到国际文学奖的肯定，其中这册内底有写到中部的食物麻薏汤，即阵仔呢是当着时，这4个麻薏佮加这番薯落去煮，食起来是安尼骨溜骨溜，也佮有淡薄仔甘甜，是袂少人介意的古早味。人客一个接一个来，拢是要来买一碗麻薏汤。但年5月到8月是麻薏大出的时阵，加入番薯、鱼脯等等的配料，食起来骨溜骨溜，佮有淡薄仔口感。这味中部人特有、时间限定的点心，嘛伫小连续得到国际文学奖肯定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册出现过，是袂少人介意的古早味。这麻薏食得对身体袂歹，古早味的啊，算少啊。开始做的。我足侪看这本册的朋友啊，四界走找讲这本册内底写的迄台湾传统的小食，其中这麻薏就是即马当着时的热天的时阵食了上退火。卖麻薏汤的店头讲，处理麻薏真够工，就爱一叶一叶甲叶洗过，然后甲麻薏的苦味拿出来，再落去煮汤。即阵已经愈来愈少人咧卖咯。这哦，煮这爱紧啦，工真济啦，这互咱一百就经点外钟安尼。啊，足够工啊，真无用啊！这为少年人无爱做这行业，趁少钱啊，工真济。过去台湾伫日本时代种真济黄麻，要摕来做麻布袋啊、加麻烧啊，农民都甲用无着麻的叶啊摕来煮汤，嘛因为是取幼叶，所以就号做麻薏。这两字是安尼麻薏，这个薏吼，就是迄种咱的树啊啦，也是所谓植物吼，伊上游的迄个发起来迄个。所以麻薏伫个遮，即个薏吼有幼叶的意思，啊嘛有迄个发芽迄个芽的意思。过去的麻产业发展出台湾特有的食食麻薏汤，但嘛因为煮麻薏汤真够工，做的人愈来愈少。即阵因为台湾漫游录这本册，互这味古早味搁再引起讨论，嘛互大家重新熟悉台湾在地的食食文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好，这本台湾漫游录最近是真唱，即马呢嘛宣布要由台语诗人温玉桥来甲翻做是台文的版本。出版社是表示讲，虽然这台文出版的成本有较悬，起草嘛无一定，不过总是希望这读者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读世界级的作品。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台湾作家由上主创作金陵翻译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摕到全球上重要文学奖之一国际布克奖。小说咧描述台湾日治时期两个女主角由台湾食好料的故事。这种消息出来，小说都袂甲欠货。出版社虽宣布要加印7万本，即马出版社嘛讲要推出台文版，搁邀请甲赖总统作为读台语诗的日会闪示作者台语诗人温玉桥来翻译。比起翻译做英文版，是互读者能理解。较像是一款文化上的一个回去迄个时代的一款意义。台文版伊则讲，翻做台文版，毋若是语言转换尔，更加是属于文化上的意义。出版社讲，推出台文版是侪人期待足久的成果。啊，若选择温玉桥做译者，毋若是因为女性身份通表达小说的有路，女性甲女性之间的配合情谊，伫温玉桥起译了后，嘛得到台文前辈的肯定。暗藏很细腻的百合情谊，所以我们当初在找译者的时候就觉得。若能有另外一位年轻女性来诠释，那就可能会激发很不错的火花。台文书在市场上可能是困难，可是它其实必须要慢慢累积，就是不做其实就没有。出版社讲，虽然台文版的成本较悬，起草也阁无定到，不过伫台湾总是期待读者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读世界级的作品。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下晡报的天气，所来咱继续嘅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乌，金门是好天到济云，天气高温烧热，大台北、花东中国甲中南部会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另外，伫马祖、
会有南山地渐准雨，会到各地山区会有南山地渐雷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